这个新闻小可有较含发生伫台北市发生头一件公车互人头砍去的事件。有一个负责人入去公车的总站，趁司机咧休困的时，伊看准讲锁匙插伫车顶，直接就将车驶走。业者讲当时司机看到车无去，真正惊一跳。透过这个 GPS 的定位，发现讲这个负责人一路为信义区的公车总站驶差不多2公里到南港，最后可能是呢歹驶出代志，才会凊彩将这个烟瘾禁掉等伫咧路边啊，加在这个代志无人受伤。即马业者要甲告。白头妹负责人行伫大路顶，后一秒伊向走起来，佮不时回头看，冲入公车总站了后，佮再出站，竟然连内底公车嘛做回驶出来。公车看驶伫道路，大到都等月无去搞着标线。落架速度嘛，质了拄拄好。经过民众根本未发现讲车顶毋是专业的驾驶员，是一个中年的负责人。到底伊怎会当成功将车偷驶走呢？当收付人发现公车门没有关，钥匙也没有拔，因此才会趁机上车，把车从总站开走，开到1.9公里外的南港城福路。台北市头一遍发生这个离经偷驶公车事件。两位负责人将车插伫落架路边，趁无人注意，坐其他公车离开。角度没有抓好，因为那个道路是一个弧度，那它的车身卡到这个弯道上面，那可能他技术跟经验是不足，所以他没办法排除这个状况，所以他就弃车逃逸。因为技术甲经验拢无够，才将公车等伫路边。昨日下晡4点半，公车司机将车驶对总站了后，就回去休困。到5点28分要发车，才发现公车碰见。赶紧调定位系统的资料，发现4点59分的时阵，负责人大胆到总站偷驶车。5点20，负责人熄火。只要信号就伫南港的城福路，过1点钟才将公车找倒转来。大约在4点多的时候，其他驾驶员有跟他接触到，就是他有跟我们驾驶员要一根香烟，那就在附近徘徊。负责人敢若早就拍算要偷驶车，业者嘛赶紧到警察局报案，嘛提醒司机就算要暂时离开，嘛一定要背锁匙。加在是无发生意外，若无负责人恐惊是罪该一定。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